去三亞旅行，你以為係去享受陽光與海灘，諗住喺椰林樹影之下飲啖椰青，點知最後係飲到成肚火，仲要俾人劏到一頸血。好多人話喺三亞俾人呃咗去投訴，結果往往係得個吉。究竟係乜嘢原因令到呢個所謂嘅國際旅遊島搞咗咁多年，啲黑店依然係好似野草咁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今日我哋就嚟深度踢爆三亞旅遊業呢個10年不變嘅謎團，原來入面條根晨早已經爛晒。講起三亞，大家第一時間諗到嘅可能係藍天白雲，但對於好多去過嘅遊客嚟講，第一時間浮現嘅竟然係海鮮黑店4個大字。你以為呢啲係個別事件？如果你咁諗就太天真啦。由2012年嗰單震驚全國嘅3個菜900幾蚊開始，到2021年嘅海膽蒸蛋冇海膽，再到近呢1-2年2024年、2025年仲不斷傳出嘅鬼稱事件，三亞好似陷入咗一個死循環。點解舉報好似冇用？點解啲黑店可以改頭換面又再嚟過？我哋先由最基本嘅湯客套路講起。喺三亞，如果你係一個20-30歲嘅後生仔女，諗住自由行去食餐好嘢，你可能覺得自己做晒功課，睇晒網上評分就唔會出事。但你唔知道，由你踏入三亞嗰一刻，你已經入咗人哋個局。好多司機大哥會好熱情咁同你講，邊間海鮮加工店又平又正，係當地人先去嘅。如果你信咗，恭喜你，你已經成為咗嗰個司機大哥今日嘅佣金來源。呢種佣金制度喺三亞係公開嘅秘密，有啲店鋪甚至會將利潤嘅40%甚至50%分俾帶客嚟嘅司機。咁你諗下，間鋪頭又要俾租，又要分咁多錢俾司機，佢唔喺你份餐度動手腳，佢點樣賺錢？呢個就係三亞旅遊業第一個爛咗嘅地方，利益鏈太深，由交通到餐飲，甚至係住宿，背後都有一條你睇唔到嘅利益線。你以為你舉報咗一間海鮮店，其實嗰間鋪可能只係某個大集團下面嘅其中一粒棋子。當執法部門去查嘅時候，佢哋有100種方法去避。最常見嘅係換殼，今日呢間叫大東海鮮，聽日俾人查封咗，後日喺原址裝修下，改個名叫小島海鮮又再開張。老闆可能係同一個人，或者係佢親戚，啲員工都係嗰班人，甚至連嗰個呃人嘅鬼稱都係埋喺同一個位。講到鬼稱，呢個真係三亞嘅特產。雖然呢幾年當地政府大力打擊，仲話要實行乜嘢誠信稱，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啲黑心商人會喺電子稱入面裝遙控插件，你拎件貨去稱嘅時候，佢一冚遙控，6斤變8斤。等執法部門嚟檢查嗰陣，佢又冚反個掣，變反正常。甚至有啲更過分嘅，會喺你買海鮮嗰個袋度加水，或者個袋本身就係重2-3兩嘅厚膠袋。你以為買咗3斤蝦，其實入面有半斤係水同膠袋。呢啲招數由2010年代玩到2026年代，竟然仲係咁流行，你話係唔係成條筋爛晒？點解政府管唔到？其實唔係完全管唔到，而係管唔斷。三亞呢個地方好細，人際關係網好複雜，好多黑店嘅老闆其實都係當地嘅地頭龍，佢哋同部分基層管理人員或者執法者可能存在住一啲千絲萬縷嘅關係。呢種地方保護主義令到好多舉報最後都係不了了之。你打電話去投訴，佢哋會叫你提供證據，但一般遊客去旅行邊會隨身帶個磅虛？等你去揾到證據，你個餐海鮮都已經入咗肚，或者已經倒咗落垃圾桶，最後執法部門過嚟行個圈，話證據不足，你就只能夠食啞巴虧。再講，三亞嘅租金壓力係超乎你想象嘅。如果你喺三亞市中心或者亞龍灣附近租個鋪位做餐飲，嗰份租金可能係天文數字。喺2018年到2023年間，三亞嘅鋪租升咗幾倍。好多小商家如果唔劏客，根本連租都交唔起。呢個係成個旅遊生態系統嘅失衡。當一個地方嘅發展過度依賴地產同高額租金，最後承擔成本嘅必然係最尾端嘅消費者。
啲商家嘅心態係，反正你哋呢啲遊客一年先嚟一次，我唔劏你劏邊個？你下次唔嚟，仲有大把新嘅遊客會嚟。呢種一錘子買賣嘅邏輯，係三亞旅遊業10年唔變嘅毒瘤。我哋對比下其他地方，點解泰國或者日本嘅旅遊業可以做得咁長久？當然，嗰度都有騙案，但人哋嘅整體服務意識同監管力度係唔同嘅。喺三亞，好多服務員甚至老闆都冇一種服務精神，佢哋覺得自己係大爺，你係求佢賣嘢俾你食咁樣。喺2024年嗰陣，就有個新聞話遊客問多兩句價錢，就俾海鮮店老闆辱罵，甚至威脅。呢種野蠻嘅商業文化，係因為佢哋覺得自己有恃無恐。三亞旅遊業另一個根副病係虛假宣傳。依家係小紅書、抖音嘅時代，好多所謂嘅網美打卡點，其實都係濾鏡之下嘅產物。有啲商家會花大錢請網紅去宣傳，將一間普通到不得了，甚至衛生環境好差嘅鋪頭，包裝成三亞必食。當你去到現場，發現完全唔係嗰回事，想走嘅時候，可能已經俾人收咗茶位費或者開位費。呢種利用互聯網流量嚟行騙嘅手法，喺呢5、6年間變本加厲。你可能會問，難道三亞就冇好嘢？當然有，但好嘢嘅代價係非常之高。喺三亞，你想唔俾人呃，唯一嘅方法可能就係去嗰啲5星級酒店入面食飯。但問題係，一個正常嘅旅遊城市，唔應該係只有高端消費先有保障。普通老百姓想食一餐地道嘅海鮮，點解要好似做偵探咁樣防呢樣防嗰樣？呢種極端嘅消費分層，反映出三亞旅遊業管理上嘅懶政。我諗返起2015年左右，當時三亞話要轉型，話要對標國際一流旅遊目的地。10年過去啦，依家係2026年，三亞變咗啲乜？硬件確實係好咗，多咗好多豪華酒店，多咗免稅店。但軟件呢？人性呢？商業道德呢？好似仲係停留在2000幾年嗰個層次。當一個城市只係識得起高樓大廈，而唔識得去經營口碑，佢嘅繁榮其實只係浮沙上面嘅宮殿。最令人心寒嘅係，當有遊客喺網上發聲，揭露黑店嘅惡行，往往會遭到一啲水軍或者所謂本地人嘅網絡暴力。佢哋會話嫌貴米唔好食咯，你一定係競爭對手請嚟嘅黑子。呢種拒絕接受批評、死撐到底嘅態度，令到三亞嘅旅遊環境更加難以改善。如果你連問題都唔承認，你又點樣去解決問題？成條筋爛晒，仲體現喺從業員嘅流動性上面。三亞好多餐飲同旅遊從業員都係外地嚟嘅，佢哋好多都係諗住過嚟揾一筆快錢就走。既然係揾快錢，就唔會講乜嘢長遠發展。今年呃夠咗，春年返老家或者去另一個旅遊城市繼續騙。呢種缺乏歸屬感同職業道德嘅從業環境，令到黑店層出不窮。其實三亞旅遊業嘅問題係中國好多旅遊城市嘅縮影，但因為三亞嘅地位太高，名氣太大，佢嘅問題就被無限放大。每一年過年，三亞嘅機票、酒店價格升到幾萬蚊一晚，但服務質素完全跟唔上。呢種價格同價值嘅嚴重背離，係對消費者信心嘅最大摧毀。如果三亞想重生，唔係靠多幾間免稅店，亦都唔係靠幾場煙花匯演，佢需要嘅係一場大手術，由底層嘅利益分配機制開始改起。要切斷司機同商家之間嘅灰色利益鏈，要真正落實一次投訴、終身停業嘅嚴厲懲罰，而唔係罰幾千蚊、停業整頓幾日就當係。更重要嘅係，要建立一個真正透明、高效嘅投訴處理平台，唔好再等遊客喺社交媒體上面鬧到沸沸揚揚，執法部門先出嚟補鑊。依家好多香港人或者內地嘅遊客都寧願選擇去東南亞旅行。點解？因為人哋性價比高，起碼人哋呃你都係呃得明明白白，唔會好似三亞咁，表面上好熱情，背後插你一刀。如果三亞再唔醒覺，繼續由得啲黑店橫行，
由得條根繼續爛落去，咁最終呢個東方夏威夷嘅招牌只會變成一個國際笑話。我識得一位喺三亞做咗超過15年旅遊巴司機嘅師傅，佢曾經同我講過，以前嘅三亞雖然窮啲，但啲人係淳樸嘅。2000幾年嗰陣，你去海鮮攤買嘢，老闆會幫你將啲水拎乾淨，仲會教你點樣分邊啲係野生，邊啲係養殖。但自從2010年左右，大量資本湧入，地價炒高，成個三亞就變咗。大家心眼入面只有錢，點樣喺最短時間內由遊客身上榨取最大嘅利潤，變成咗唯一嘅生存準則。呢種急功近利嘅文化，先係三亞最難根治嘅病毒。當一個城市嘅價值觀變咗，唔係靠換幾個官員或者出幾條新規例就可以改到。呢種爛係由心入面爛出嚟。遊客嘅信任係好脆弱嘅，你用咗10年時間去建立口碑，可能只需要一個天價海鮮事件就會徹底崩潰。而三亞偏偏係每隔幾年就嚟一次大崩潰，然後又用大量嘅廣告宣傳去修補，咁樣循環落去，除咗令到一小撮黑心商人發咗財，對成個城市嘅發展係一點好處都冇。所以話舉報黑店得個吉，係因為你面對嘅唔係一個商家，而係一個根深蒂固、互相勾結嘅系統。你要挑戰嘅係成個地方旅遊業嘅利益結構。對於我哋普通遊客嚟講，如果你真係要去三亞，除咗要帶多個心眼，更重要嘅係要學識保護自己。唔好輕信路邊嘅熱情，唔好貪嗰啲所謂嘅便宜，因為喺三亞最貴嘅往往就係嗰啲表面上最平嘅嘢。講咗咁多，唔係想抹黑邊個地方，而係想大家睇清楚現實。三亞嘅美景係無辜嘅，可惜嘅係佢被呢啲10年不變嘅黑店同管理缺失所玷污。希望有一日，當我哋再提起三亞嘅時候，係因為佢嘅服務同誠信，而唔係因為佢又有邊間黑店上咗頭條。最後想同大家講，去旅行係為咗開心，唔係為咗去鬥智鬥勇。如果一個地方令你覺得去旅行仲辛苦過返工，要去防呢個防嗰個，咁呢個地方可能真係唔值得你再花時間同金錢去。三亞嘅謎團其實一啲都唔難解，難嘅係有冇勇氣去割開嗰個爛透嘅部分，重新開始。如果唔係，2036年我哋可能仲係講緊同一個話題。去三亞嘅遊客好多都係一家大細，有50、60歲嘅老人家，有幾歲大嘅小朋友。你諗下，當一個爸爸想帶小朋友去睇下大海，食餐好嘢，點知最後要喺海鮮店門口同老闆爭拗、報警，嗰種對細路仔嘅心理影響係幾咁大？呢啲黑店老闆，佢哋劏嘅唔單止係遊客嘅荷包，仲有三亞呢個城市嘅未來，同埋無數家庭嘅美好回憶。呢筆債唔係罰幾萬蚊就還得清嘅。所以三亞旅遊業呢條根，如果唔徹底挖咗佢重新種過，再過多10年，情況都只會係一樣。大家去旅行之前，真係要諗清楚，究竟係想去睇風景，定係想去參加一場生存遊戲？我哋作為消費者，唯一可以做嘅，可能就係用腳投票，去支持嗰啲真正用心做旅遊、講誠信嘅地方。希望三亞嘅管理者有一日真係可以明白，誠信先係一個旅遊城市最強大嘅競爭力。唔好再俾得個吉成為遊客投訴後嘅唯一回應，唔好再俾黑店成為三亞嘅代名詞。2026年嘅今日，我哋依然喺度探討呢個問題，本身就係一種悲哀。希望未來呢篇稿會變成歷史，而唔係一份持續更新嘅避坑指南。三亞係時候要真正醒覺啦，唔好再等條根爛到無可救藥嘅嗰一日。